市場成交你要知，大家好。近期甲級寫字樓成交量上升，連金鐘指標甲下遠東金融中心半個月內亦都先後錄得2宗成交，到底主要係咩原因呢？咁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由紀惠集團持有嘅金鐘遠東金融中心39樓全層，近期以大約1.94億元成交，面積大約係10,800平方尺，尺價大約係18,000蚊，比叫價係低大約2成。而同一棟大廈另外一個單位2701至02室，以大約6750萬元售出，面積大約係4191平方尺，尺價大約係16,106蚊。據講係屬於超過17年嘅新低啊！呢個到底係咩情況呢？我就請嚟十分之熟悉呢一區嘅寫字樓部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Louis 同我哋分析一下，聽下佢點講。近期嘅甲級寫字樓咧，明顯地個成交係增加咗，包括好似遠東金融中心有2個單位，係一個39樓啦，全層嘅係18,000蚊，同埋27樓亦都係一個分拆嘅單位，係成交咗16,001蚊。咁我哋都有理由相信，其實甲級寫字樓已經開始有客人去承接，無論係投資者又好，或者用家都好啦。尤其是係用家，因為對佢哋嚟講，而家買一個物業去自用係比佢要交租係嚟得仲划算。甲級商廈業主積極調整價格，吸引用家同埋投資者承接，市場成交量有所上升。預計第二季寫字樓交投情況會係點呢？至於寫字樓第二季嘅成交，我估計應該都係先行優質甲級，因為而家去到呢個價錢咧，都多咗一啲投資者同埋用家會出嚟留意下啲物業，而國內嘅用家落嚟香港，亦都係以優質物業嚟到做首選。而最重要嘅 point 就係，因為而家嘅業主都願意降價，同埋已經係將個價錢咧係調低咗，所以我覺得個成交係會多嘅。之後再同大家睇更多成交同埋市況，記得留意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